今次會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個選拔嘅方式咧會用一個單排嘅形式去做，咁所以咧就更加突顯到每一個參與者嘅個人能力，咁從而我哋可以做咗一個好好嘅排名，去揾到最好嘅人。水平其實好高啊，我哋見到成績都好標青，出嚟嘅 result 都好好。有幸可以入到全運會選拔啦，咁我覺得即係2日嗰個嘅比賽都自己都盡咗力去發揮啦。今次全運會係對外好多向外招聘啦，中間我哋選拔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即係新嘅面孔啦，咁佢哋都有一定嘅能力嘅，咁亦都即係提醒自己會再要更加努力去提升自己嗰個表現咁樣。感想就係都估唔到，好感恩嘅真係，因為我自己準備咗耐唔耐咧，真係可能得個零月。今日嘅成績其實我係非常之滿意嘅。咁嚟緊都會繼續提升自己，無論係體質上啦、體能啦，都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幫到香港隊攞更好嘅成績啦出去。即係全運會其實都係想鼓勵所有人一齊做運動啦，俾大家一齊入嚟參與。咁就再喺即係全港嘅市民裏邊揾一班一樣都對呢個項目好上心嘅人一齊去做一個隊，去同全國好好嘅運動員去一齊去競爭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我要上全運，耶！